前几天有民众伫高雄买一个代替便当，拍开内面竟然有加纸。想要到昨暗呢，有民众伫邦桥买一粒代替便当，鱼丸一加开，内面有塑胶锁啊。这代替便当的食案一直出问题，引起大家讨论。代替表示讲，调查了后是台南的鱼丸工厂无顾品质，目前已经暂停合作啊。加纸规只好好出现伫便当盒仔内底，这是高铁左营站的代替便当，互民众感觉真罕古。代志才发生无偌久，即摆换邦桥的代替便当也出题，有民众伫网络打文讲，这粒鱼丸啊安怎加都加袂长。详细看才发现讲，竟然出现塑胶锁啊，互民众看了心惊惊。大概半年内都不敢吃了吧？不想买。吃之前的时候会稍微注意一下。如果说短期内出现第二次的话，就要多注意。对此，代替是回应便当内面的香菇沙巴鱼丸有塑胶锁啊，是供应商的问题。目前已经停用库存的货，也会向厂商来求偿。虽然讲有出错，不过支持代替便当的民众也是真多，有人替代替便当加油。对台铁有信心，我相信台铁会马上改进。还好吧，因为偶尔可能也会跑进去小虫子。新北市卫生局也派人去了解，查出来有问题的便当，虽然是伫咧新北市咧卖，不过做便当的厂商是伫咧台北市，也那鱼丸的供应商是来自台南。目前已经请台南的卫生局去现场做稽查。该便当的制造商位于台北市，那贡丸的来源为台南市的厂商，将移请制造商所辖卫生局后续查办。代替便当一直拢是真侪人介意的便当，去年伫2024年一年就有8亿6300万的营收，平均每个月卖出来75万粒的便当。如今食安问题一再出包，恐惊也会加减影响到民众对伊的信心。记者戴阿轩、林曲凯台北报道。